根据在以色列第9频道新闻网站上发表的题为《维吾尔人的命运：俄罗斯学者保护他们在中国受破坏的同事》的文章，俄罗斯学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公开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新疆医科大学前校长、医学博士哈姆拉提乌波尔。文章说，东突厥散有超过1000万维吾尔人抗议中国的镇压政策，但仍面临着种族灭绝危险。俄罗斯医学科学家在一份公开信中说，自2017年12月以来，与哈姆拉提乌波尔的交流已经中断。多年来，我们与哈姆拉提乌波尔教授联合进行的科学和医学研究已经停止。我们从科学杂志中的报道获悉，哈姆拉提乌波尔教授因政治指控被捕。哈姆拉提乌波尔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医学和科学家，他与俄罗斯的创新科学和医学联系已经有30多年。他在圣彼得堡的圣保罗医科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进行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在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8名院士签署的信中，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哈姆拉提乌波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对东突厥散穆斯林的系统镇压表示关注。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大臣王毅。根据爱丽舍宫发表的声明，马克龙在会议上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受到的压迫和香港侵犯人权表示关注。法国此前曾警告北京政府禁止对东突厥散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侵犯人权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警告不要对西藏进行反分裂斗争。习近平承诺建立团结、繁荣、文明、和谐、美丽、现代和社会主义的西藏。他强调，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的作用，更好的民族团结。据路透社报道，中共称西藏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需要加强，以在每个年轻人的心中深深地播下热爱中国的种子。他还指出，藏传佛教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和中国的规则。但是，由西藏流亡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领导的反对派表示，北京的行为是文化大屠杀。日本防卫大臣加野太郎说，两国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佩尔同意共同反对南中海和东中海的单方面变化。河野强调，埃斯珀尔已经确认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安全协议，包括东海诸岛，称为间隔诸岛。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向该地区派遣军舰，以响应中国在南中海的长期军事行动。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声称，中国已经剥夺了其在该地区使用能源的权利。在中国陕西省的一家2层高的餐馆倒塌中，至少有17人丧生。据中国媒体报道，在首都北京西南630公里的襄安市发生事故时，有40多人从废墟中获救，其中17人死亡。搜救正在进行中，尚不清楚建筑物为何倒塌。据中国媒体报道，这家餐厅以前曾被用作酒店。